继续来看这个婚龄未了的偏乡学校升华国小，到台北来做校外的教学。老师带6个学生到临江街一间铁板烧来食饭，坐隔壁一对情侣，听到因咧开讲，感觉这老师教册真认真，同学嘛真可爱，所以帮因甲食暗顿的钱来付掉。搁爱头家娘等因离开才甲因讲。老师甲学生有够感动，写纸条啊表达因的感谢。这头家娘甲普就网来分享，感动真侪人。铁板烧的师傅动作真美，真实佳丽，甲菜菜甲香讲香。适合婚龄未了的兴华国小的囡仔，来到台北校外教学时，来到这间铁板烧食暗顿。当时老师学生7个人点3份套餐，分别是2份牛肉、1份猪肉，加2粒蒸卵，拢总700。白饭头家娘招待，食无够下顿搁再添。和老师学生更加欢喜的是，结束的时已经有人给倒出了。我们店里的熟客，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来吃。买单的时候，他都说：“那个旁边他们吃多少钱？”他都拿了2000块，他就说他们很可爱，这样就是想请他们吃饭，出一点心意。头家娘讲，倒上共付钱的是一对男女朋友，两人当时听到老师和囡仔伫咧开讲，感觉偏乡的老师真认真，嘛感觉囡仔介古嘴，这样可能是第一摆食到这种铁板烧的料理，所以决定请因食暗顿。佮交代头家娘讲，等因走，才甲老师讲是因请的。4年级的小朋友很可爱，又还那么小，能够到台北来进行3天2夜，出一份力，然后让这个爱的良善的部分可以一直循环下去，这样。老师和学生当时想要感谢请因食饭的这对男女朋友，虽然已经离开啊，不过知影因会定定来这食饭，所以特别留下这张纸条，写亲爱的阿舅阿姨，多谢恁暗顿，并个写一个祝米，让大家看到古锥善良的囡仔，真正互咱疼入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